我牺牲台面上2位团员，召唤青眼白龙。哈哈哈哈！青眼白龙很久没有登场了，对台下这些观众使出喷射毁灭的，讲错了，毁灭的喷射白光。我要把你们这些不寒的灵魂统统消灭掉！请这个我的那个华丽的手指。好，谢谢，相信好，不用太多解释，相信大家有稍微的有感觉舒坦一点，那就好了。好，谢谢你们掌声。好，不过下一首是什么？哎，回头。突然嗨不起来。好了，大家也可以坐起来，坐着休息一下，唱首慢歌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自己歌单这个自己对没有设计好，不好意思。哈。今夜你又搁伫倒位？哪会暗也袂转去？迄个所在，你敢有定定想起？咱做伙伫遐总来又总去，为怎样深仔剩我一个人伤悲？一个人伤悲，你讲你真正想袂转去，孤单做人一关不去做，无烦恼的世界，啥人无想要去？但是人生永远袂倒转去。讲浪子回头的嫌我，我的手你敢有在听？运命是注定，要看你安怎去行。是注定，就看你安怎去行。往事回头的遐。
看。